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7月1号，你关心的是啥物呢？关心的是你过车路的时阵，车辆会让你，或者是中国发表了一个反间谍法，到底这是啥物？中国民族的复兴，因要用啥物来复兴？四海之内，拢嘛管得到你来复兴。反间谍法对象嘛有非中国籍。另外，还佫有爱国教育法，叫你爱党、爱国，甲爱领导者。总讲一句天罗地网，咱台湾敢通逍遥天涯海角？小等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新民兩岸協會理事長吳清良，是主持人好，各位海內外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碩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吳碩弟。那麼第三位呢，在線頂是雪梨科技大學中國研究的副教授馮崇義馮教授，馮教授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大家好，是。那么，咱先和观众朋友来了解讲，到底这个反间谍法是安怎一回事？其实7月1號一定生效咯。當然你嘛唔知，因為這個唔是咱國家的法律。伊表示講 UK 或者是最勝利人，你若去到中國，互伊會當懷疑是間諜，互人查的這個查冊的風險，你就加真懸。所以美國馬上就提懸了旅遊警示。咱陸委會嘛呼籲講，就要大家，你若要去中國，要評估你自己的風險。手機啊、電腦以來，那所有的內容，攏有可能變成中國掠字的原因。中國對外關係法和修訂版的反間諜法，7月初一開始正式生效，國際嘛真關心。美國國務院嘛調整旅遊警示，甲中國和澳門改做第3級，頂考慮敢要去，敢若比叫人莫去的減1級爾。香港是第2級，要特別注意。原因就是因為可能有隨在以執法，也是烏白拘留的風險。佮提醒要避免示威，也是翕抗議者，也是警察的相片，提醒去中國要評估風險。集體的行動，團進團出。我們建議應該注意手機、個人電腦等等這些隨身用品是不是存有可能構成陸方相關機關搜查、沒收或是入罪的這個內容。陸委會講已經有真儕個人因為不明原因，互留佇個獨立的細間房間檢查手機啊和手提電腦，建議去中國要先去網站登錄資訊。若一旦發生這種狀況，會採取必要的作為，或者講間諜行為定義無明確，建議政府提升警示。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案例，因此而遭到中國的抓捕。那這個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提升我們在這個警示的標準？來讓民眾可以透過警示的，比如說紅燈、綠燈、黃燈等等不同程度，來去判斷說我是不是該前往。中國加大對內的管控，在因嘛是港版國安法實施滿3週年，港警國安處宣布講，通緝到冠聰和柯智峰等8個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運動人士，佮強調國安法有涉過管轄權。無論佢哋走到天涯海角，我哋都會終身追捕呢啲罪犯嘅。香港特首李家超話講，愛這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一世人攏足驚嚇。美國、英國和澳洲的外交部是發出聲明來譴責。英國外相科維利閣強調講，絕對袂吞忍中國。在英國海內外迄驚某美人，想要叫伊點點。記者綜合報道。但當你看到新聞大當中哦，敢若看到咱細漢時看到布袋戲啊，無論你走到天涯海角，終身追捕。敢若掠到這個烏白龍軍共款，但是咱來看這個圖表，這個圖表頂頭吼，什麼代誌你有可能會犯罪，會去掠去。你若吼翕到這個相片，當然哦，這咱會當療傷會到。你若去港口啦、軍事設施啊，還是稀有、較罕見的這土壤，就是啦稀土啦吼，這種機構。另外製作地圖，你若畫地圖，譬如講，你要去一個包仔店。人家咧畫一個地圖，你就要注意哦。哦，你經常往返到這個
边境，你嘛要注意。另外，在中国之外国的机构密切交往，哦，这个包山包海。另外，重视中国民情资料的收集。什么叫民情资料？譬如讲，我来去青海去参加一个会议，唱歌的这个会，人伊个民族的聚会，这是不是算作民情资料的收集？另外，甲中国企业、中国官员密切交往，哇，安怎可能马英九前总统来去用掠去咯？吼！另外，宣扬民主自由的理念。这袂使啊！这咱当然来注意去甲人的所在，咱就莫咧讲咱民主自由，这会使。但是我才会知影讲，什么这范围是偌宽。另外，在社群媒体批评评论台港的议题，哇！啊，这个抖音内面是足多哦，哇！这个要注意啊！我首先要来请这个社长来甲咱讲，这个反间谍话会使讲是包山包海呢？对，但是呢，虽然咱即马所讲是包山包海哈，其实到底伊是包甲对哈，我嘛唔知也是无清楚，因为伊并无专门哈拢公布出来哈，所以讲伊经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反间谍法的这个实施哈，因讲是安怎呢？不透明啦哈，不明确啦，不明确。你看不透明就是讲，你照你讲一个这重大的。这等于讲，唔是干那规范14个中国人尔呢，这是地球的人，只要讲从中国有可能来往啊，吼，这都是拢要甲规范入去嘛，吼。但是呢，专门无这个法的内容吼，并不清楚。第二，伊所谓的这个犯罪的定义吼，是无明确的。无明确嘛，因为你唔知影，你到底是这是吼，这是阿强啊，伊的法律一个特点啦。因为这安尼，互伊行政的裁量权吼强大，我家己会当来哦，这个机关，我就来判断你到底有代志无代志哦。像你咱拄才你讲重视中国民情的资料的收集吼。你去中国做生意吼，你是不是需要了解这个社会即卖的？情形是安怎？需要什么？所以，可比讲经济数字，对不？大家知影讲，你即卖的这个大家消费能力啊，GDP 安怎啦，等等啊。照你讲，那照这个法，这拢是迄个哦，这拢会当用这个法来甲你办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最近已经做一间国际性的这款的顾问公司啊，拢关门啊嘛。你就是安尼嘛吼。第二就是讲吼，伊即卖你讲着讲，你袂使叫。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官员叫做密切交往哦，密切交当然啦，其实讲实在啦哈，这伊只要要求家己的党员哈、家己的干部啊哈，莫叫人来往到。现在问题是，你即摆要对外开放啊，你疫情结束了，你希望大家拢去中国做生意啊？做生意就是伫中国社会，你嘛知影，你做生意，他有可能无叫中国企业，无叫中国官员来往，对无？所以做荒谬的个做矛盾就是讲。一方面，咱看到讲中国习近平也好啦，即马总理李强也好啦，去欧洲拢四个讲吼，中国吼一个欢迎大家来安怎吼，对等等吼。但是呢，伊佫设足济即款迄个关卡伫关卡伫啊，这关卡是安怎？是甲几乎吼，全部用要甲较早过去大家认为正当的生理人吼，大家拢甲当作那查案的，那间谍的吼。安尼这款政策出来，你感觉对伊经济敢有好处？伊这难道无这理性讲安尼？其实大家看到会惊呢？一般正常。所以就是讲真趣味，就是讲习近平，我毋知伊的这个自信心是为地来啦。伊认为讲大家拢贪着中国的市场，要去中国趁钱哦，所以我做任何限制啊，讲做趁钱，迄个，咱有一句话讲做趁钱有所性命爱国。无毋是，有一句人讲做杀人的生意有人做啦，所以只要伫中国，只要会当继续经济，互大家有钱好赚哦，唔惊讲大家唔来吼。即个问题是，这个问题伫遐是讲，中国敢有影佫像较早较好的这个机会，是毋是安尼？已经唔是啊嘛。最近大家咧讲这中国有5%、20%的这个失业率啦，吼，这个新屋的开工率啦，吼，甲这个薪资啦，等啊，每一项吼。拢已经20%以上，是足严重的啊，是足严重。迄民间企业民企吼，
民企大家问到拢是你问讲这奄奄一息嘛哈，啊台商啊，大家即马小拄到拢问讲啊，当时会当钱汇出来，大家是咧讨论这款问题哈。啊，这个情形之下，伊创这个代志了，我就感觉讲，这个唔知要来理解这个中国这个领导者哦，伊这叫伊即马的这个上重要的政策，恢复疫情了的经济发展啊，是完全是违背的啦哈，违背。还是讲，即我要来请教着吴老师哈，还是讲伊感觉讲，这个天平的两端吼，我吼应该先甲这个政治拉个调，无我这些吼，伊经济歹是歹啊，反正短时间吼嘛袂死啦。但是我若一放松去，我这政治一放松，我过了放半，爱先甲这个政治先抓。伊是毋是安尼评估心内有这种打算？讲不管如何，我来甲政治抓较暗的。主要是讲吼，伊即马咧调整即个法律吼，伊的目的是要创啥嘛？对吧？拄啊，社长有讲啊，这是因为伊考虑的是伊家己的政权的问题嘛。这习近平为了维权，伊对我当然伊爱去。斩掉讲外口的势力干涉内底代志嘛，所以譬如讲，伊对这法律内底所有决定，伊的诠释权就足悬了嘛。所以咱看到是讲，我是感觉讲，中国即马伫咧调整即个监督法吼，伊监督法内底吼有两个部分需要去观察的。第一是伊对我要去展现的讲，伊对这个自由社会的冷战吼。以持续来操作这个议题啦，吼啊。第二，这嘛是伊对这个民主国家的反击。就譬如讲，你民主国家一直讲我无人权啊，啊，第二个爱一直骂我中国啊，互我这国家的形象都无去嘛。所以我感觉讲，伊也感觉讲，这代志也是讲继续伫个内底的人哦，中国内底的社会每一个人会使甲外口的人来接受，安尼以后对。整个习近平的政权，还是讲中国的政权来讲，是一定有影响。这看起来是感觉淡薄仔会倒气安尼，规气甲你晒破讲，好，恁就讲我歹，我就规气来创甲更较严格，这种感觉。嘛，毋是讲，但是我就感觉做矛盾的。对啊。好比最近伫迄个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哈，伊咧批评讲吼，西方有人伫变迄个新冷战嘛哈。习近平即马做哦，用这个，毋是干那这行了，伊所作所为吼，真侪拢是家己咧拍冷战的新冷战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是一个互人袂当了解的一个。对，我就想袂晓，我都要请刷定哈，请线上这个冯教授、冯老师哈。其实哈，我们在看到这个画面上有最近一连串的，包括反间谍法、对外关系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教育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然后还有外商投资法，在2020年就开始实施。这一连串，到底它有没有一个逻辑存在？还是说不是？它就是一如我刚刚所猜测的，它不管怎么样，经济怎么糟糕，我就要先抓好政治，先抓紧了，那么这个政权不会崩盘了，我才能说其他。冯老师，你刚才提到它合不合逻辑？首先，我要提醒你，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你说的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他的逻辑跟你的逻辑不一样的。他说，如果说你按照理性，你发展经济要跟海外交往，这经济那么差，他应该是换大为皇，欢迎很多人进去。可是他做所有这些法律这些规定，是把人赶走，把人吓坏掉。所以但是他要完全符合中共或者中国自己的逻辑，就是他现在是这个政权，他的合法性危机非常严重，而他自己也感觉到现在经济不好，他的地位岌岌可危，所以他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出来保他这个政权。所以这个经济不好，民生不好，真的关系不大。保政权是第一位的，或者可以压倒一切。所以是他们在观念中，这个对法律的理解，他是一群野蛮人，跟这个现代文明他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因为他制定法律，他不是说去保护民众、保护利益，而是去这个法律是完全是共产党，他是一党专政嘛，共产党
镇压民众、巩固政权的政治工具。所以你要按照这样的去理解，它就合乎他的逻辑了。所以他制定这，比如说他这个反间谍法，他定的那么宽泛、那么模糊，那就是为了按照他的政治需要，维系抓任何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你看他规定那个法律上他写那个秘密，就是那个秘密信息，它是包括。它有一个条款，特别是我们叫这个箩筐条款或者口袋条款，就包括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所有这些东西，那就无所不包。你是碰到，这你要去中国，你肯定会碰到这些东西。我中国人肯定会碰到这些东西，他会用他的解释，会去抓到任何人，上到这个习近平除外了。上到这个你温家宝啊，现在下这个李克强啊，还有底下的草民，任何人都可以抓。那么台湾的任何人进了中国，你要去跟商家谈判，你要做记者去报道，要去寻求任何信息，他都会讲是这个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资料、数据、文件，都可以抓你。所以他这样的话，他就是当他政权遇到现在的危机之后，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防范中国人跟外国人结合起来，里通外国，这个内外结合，然后发动民社革命或者发动民变、政变，推翻政权。所以这是他的逻辑，就是他的政治目的，根本不讲文明世界如何理解这个法律，如何理解这个秘密文件。你不能按照那个去理解，谢谢。是，冯教授，第二个问题啊，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不管这个经济的这个状态，但是我有一个非常也许听起来天真的问题，就是说，那他就赶快把经济搞好了就好了。他经济如果维稳了，那么他呢，政治上他也就稳了，就好像过去的这个80年代，还是说他担心他已经有一个历史经验、历史这个伤痕在，就是经济越开放的情况之下，他的政治也必须被迫要被开放，所以他不敢再走这样子的回头路，还是有什么样的考虑？他为什么不赶快说好？那我怎么样让经济可以好起来？我就赶快往那个方向走，反正在走相反的方向呢？刚才这个黄研究员和那个吴主任都讲到一个新冷战，要放在这个框架里这边理解，就这个经济发展，当然他发财，他也很喜欢发财，但是在共产党政权在习近平那里他是第二位的，就是他要经济发展，如果是这个经济发展继续发展下去。是跟海外联系越来越密切，让中国人接触世界越来越多，能够回过头来批评或者是反感中国现在这种党国一党专政的制度，你真正把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这个经济扎根扎下来，让国民的这个产权意识、人权意识都发展起来。他就会直接威胁到他这个政权，他是要让老百姓、渔民，让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道外边的这个法律如何好，或者制度如何好，所以他现在这个其实习近平上来之前，中国有机会，其实有过很多机会，就是老老实实的搞资本主义经济，因为现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就是他搞半市场或者半资本主义的经济，会让中国发展起来了。如果他进一步搞下去，在习近平和现在这个顽固派看来，那中国有可能会真正变成跟台湾、跟以前的香港或者是美国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话呢，就不再需要这个一党专政，不再需要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专制统治，就会挑战他的政权。所以他现在宁可牺牲这个经济发展，宁可牺牲这个民生，也要
改到现在我们叫极权复辟 （totalitarian）， 要回到毛泽东那种统治底下。他认为这样他才会这个江山红色江山才能够稳固，才能够巩固下来。这是他的动机和他的目标。是这个江山为第一啊，这个同样的问题，我要请教黄社长。这就是讲，咱回想哈，其实伫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哈，伊这款这个即讲叫做不安全感啊哈，大家就感觉讲，足奇怪哈。你看，咱用量化来讲啦哈，为伊第二任期开始，就是讲，包括伫马政府哈，抑个在任的时阵哈，台湾已经有一寡研究量化的学者，突然间就互伊掠去啊哈，真侪个蓝营的背景哈，是啊，这是一部分哈。但是呢，这个大家讲习近平因为他有不安全感，因为他要第3个任期嘛，对吧？照你讲，伊去年20大已经通过啊，走啊，对啊，弄一把抓啦，全部他的哈。但是你即摆发觉讲，伊的不安全感啊，愈缩愈严呢，愈严重了哈。这个收俄罗斯啊，俄罗斯这个乌克兰的代志，尤其这个迄个兵变的代志了哈。你看这个7月1号伊的党庆啊哈，伊咧讲的是讲。伊去担心讲吼，中国会行到叫苏联共款的一条路，对吧？代替去，你讲伊讲，咱这个东莞真侪人无你信用马克思主义啊哈，没有党魂啦哈，等等这要佢你讲这代志哦。所以吼，你安尼经过讲下一个结论就是讲，拄则洪教授讲的吼，因为你一个吼，这个专制政体哈，独裁者哈，他永远哈。担心、怀疑别人对他的忠诚，永远怀疑大家对伊吼袂迄个，所以伊死个伊其实已经做到90分啊，感觉还佫无够，还佫继续用任何的手段，互大家袂使自由的言论，袂使有即个交外国人的来往，所以无形之中我拄则讲的，伊咧批评讲西方咧交伊拍冷战，其实伊家己吼。即摆已经伫对14亿个人拢关起来啊，已经关起来，安尼共款嘛。伊开始做这个工课啊，主要的原因咱看起来做矛盾的嘛吼，咱拄则讲这矛盾，其实一个原因尔，就是伊无安全感嘛。咱知影讲吼，即西方一个真著名的即个政治学家叫马基雅维利吼，伊就讲哦，统治者吼上重要，毋是爱互人民信任啦。是爱互人民惊吓啦，这真正，这毋那是伊的人民惊，咱毋是伊的人民咯，咱嘛会惊咧，讲安尼去到倒位咯，无得较，尤其咱这吼，有当时讲话较袂合伊的意的吼，迄可能叫人掠去的，吴老师。是啊，所以拄啊，社长就讲吼，是伊这讲法就是讲一个独裁的国家吼，为什么独裁？习近平已经全面掌权了，但是为什么跟他讲佫无够吼？因为这叫我们叫学理上也是在讲一些独裁的悖论啊。现在独裁悖论就是讲伊无安全感，你若讲国际关系的，譬如讲所谓的安全困境，伊家己在国内嘛出现伊家己安全困境，政权安全的困境嘛。所以咱看伊这不管是反间谍法，还是讲其他譬如讲香港的。迄国安法拢相共，迄就是讲我要透过就是出师有名的法律来树立垫高我自己的政权啊，我可以伸手压制啊。第二嘛是伊爱有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啦，因为你看香港即马就这种控嘛，所以我讲反间谍法有几个部分咱会使去看啦。譬如讲为什么大家拢感觉足惊吓，讲啊以后去中国是最危险的，事实就是讲因为裁量权。足大的嘛，这就是习近平伊为着要掌握权力，所以伊和这个安全人员会使随时，就譬如讲像东厂一样，随时可以介入。是。结果要请这个线上的冯老师哈，冯老师，我有一个基本的疑惑哈，就是它这样像一个螺旋一样，越旋越紧啊！你要知道，那个螺丝锁得更紧的时候，那个牙会崩掉啊！它到底呢？它应该有这个起码的尝试，一个螺丝锁得更紧的时候，那个牙是会崩掉的。那么它有这个缓解这个牙崩掉的方式吗？还是它已经有寻找到一个固定的法宝？当牙快要崩掉的时候，它要给人民一点点润滑，然后又可以喘息，然后再锁紧。
还是它到底有什么规律？从过去的中共的党史里头，到底它有没有借鉴？那好歹他虽然是小学毕业，但是好歹他熟背这个中共的党史，他有没有借鉴做过去呢？还是说他就是因为借鉴才这么样子的？啊，你是不是很担心它崩掉啊？他早就应该崩掉，的咱们也不一定有好处哦。又讲到他的逻辑，就是说刚才已经讲过，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之后2012、2013年，你可能关心中国的话，那之后有一边是民众维权，一边是共产党政府去维稳，就是老百姓要去争取他的权利。要争取这个民主化、宪政转型，共产党是压住、稳定、压倒一切，要维稳。他这个逻辑就是互相之间是一个互动。那么现在，如果他放手，按照文明人说你这个政府本来就不是民选的，你本来就没有合法性，那么你想重构你的合法性？那你放开政权，让民众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来一级一级的选举这个领导人，选举国会议员。那这样的话呢，他就用这种新的方式来重新获得他的合法性。以前这个江山他是打下来的，他是靠杀人放火抢下来，是窃国集团，是个盗国集团，他不想放开一选举，他认为这个选他没有机会，一放开他就会失去江山，失去政权，所以他现在是不顾一切后果的，我能掌控多久就掌控多久，我该抓多少人我就抓多少人，到迫不得已，就像89、64那样，我可以把坦克、机枪拿下来，我想杀人杀多少该杀多少。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政权，它这个极权主义的专制政权，习近平是一个跟希特勒、毛泽东、斯大林一类的那种大独裁者，所以他讲很多大话，很多这个很宏大的话语，这所有目标都是维持这个一党专政，维持这个领袖独裁，所以他是不顾人间的基本伦理规范，也不顾现在世界的文明准则，所以就得到你刚才那种观察，他就把那螺丝越拧越紧，要把所有人都拧死掉，因为他知道，他现在从习近平角度，他不敢放开，因为他是搞阴谋诡计，整肃了很多人，把中国的公民社会打烂掉，他是得罪了所有天下的人，天下古稀古矣，他一放手，他可能小命不保。所以他现在只能说，最后大家同归于尽，他没有机会放手了，也不敢放手了。是冯老师，我追问一个问题哈，您刚刚说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合法性跟正当性哈，那么我的提问是，那么在现在他们打算要做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法，那么希望能够3位一体，爱党、爱国、爱主席、爱马列主义。那么刚刚也呼应这个社长所说的，7月1号的时候，这个他们的党庆说你们都没有党魂，他是不是想要加强这个正当性？那么透过这个所有的传媒跟每一个教育现场，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负面的法则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正当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正当性，我相信您一定经历过，某种程度上经历过这个文革的时代。那么他是不是还在这个文革的这种逻辑里头？我有没有讲我有没有这样的观察？这样对吗？对的，就是你提到这个正当性或者是合法性用的英语都是一个词，就 legitimacy。这个因为他以前叫从微博那有个概念叫做革命合法性，就是他以前就通过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把江山打下来。那么他的那时候的诺言就是，我一旦把江山打下来，我就把中国带到共产主义天堂里头。可是你讲到文革，讲到以前的大饥荒，他创造的是一个地狱，那让中国人极端贫困，上亿的人受迫害，
所以到毛泽东死之后，他原来共产主义这种革命合法性就彻底丧失了。丧失完之后呢，邓小平他搞的是一个叫做政极合法性，就是我现在我不搞以前的文革，我不搞以前那种大规模的迫害了，我放开来搞经济，我把经济搞上去，把这个民生提高，然后我这个 performance 我表现得很好，让老百姓可以给他一定的空间时间，让他继续掌权。可是他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他没有放弃专制，而且这个整个党遗传谋失非常腐败，所以这个当经济下行之后，他这个叫做政极合法性，就 performance legitimacy 也丧失了。那么他现在唯一能够去依赖的这个精神支柱就是他一开始过来爱国主义。那个爱国主义你要讲到，其实现代国家都爱国，你爱什么样的国？但是共产党是货真价实的党国。你知道国民党也叫党国，但国民党是无遗传主义党国，是给社会留下很大空间。共产党这个党国是真正水泄不通，把这个整个党，把整个国家吞进去的，以党代国，以党代政。所以他这个现在要靠过来，就欺骗百姓，把党等于国，我这个国那就是等于领袖，就是把这一个东西呢，他已经欺骗也欺骗不了了，因为老百姓对他没有信任，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崩塌了，那么只好用法律来，就是用法律来强制你、强迫你，你如果质疑党，你如果质疑领袖，那你就犯法，那就会去把你抓起来，用这个他用这个就是司法部门，而且是用这个党政部门也有这样的责任。你如果不去处理这些质疑党、质疑领袖、质疑这个现在他的路线的人，你不处理，那么你也得受罪，你也得进行这个行政制裁。所以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就刚才你刚才讲的，真的要很快要崩了，就到现在，他其实属于这个垂死挣扎，走到这，他已经属于这个穷途末路的一个反应。好，冯老师，同样的问题啊，同款的问题，我们请教到社长哈。其实咱听到淡薄悲哀啊，你这悲哀不是讲，就是讲，一个政权。乃至到讲，其实已经唔是顶世纪50年代、60年代这种世界来分割对抗，伊嘛是甲全世界咧做生意，应该有相当程度。伊嘛知影讲我要控制我的人民，但是我嘛爱对外爱表达讲，上无爱扮演一个较理性的角色。但是伊无法度，伊为着伊内面内部的生存，伊必须安尼做。但是听他都冯老师讲起来是。那么这个政权呢，无安尼做是完全就是孬损啊呢。对，这个拄则洪老师咧讲到吼，伫中国社会啊吼，尤其是最近习近平上任以来哈，伊这个维权哈，压过维稳，压过维权哈。大家拢知影讲吼，伊伫编伫维稳的预算吼，甚至比国防预算搁较多。国防预算已经足侪哦，已经足侪啊，维稳的搁较侪吼。所以我即马就是小着讲，你拄则你讲到习近平咱这个荒谬的这个倒行逆施哈。你知影习近平上任以来哈，伊讲中国爱面对超越3个陷阱，3个陷阱一个叫做塔西佗陷阱。塔西佗讲就是讲做公权力一旦没有公信力整个啦，你再怎么样子讲，大家都不相信，对不？伊讲我们要有这个警惕嘛。第二样这中等收入陷阱，伊是讲中国经济甲一个阶段我都搁跳起嚟安尼，无会长期停滞嘛第三个就是讲修习底的陷阱，是叫美国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啦但是你这摆安尼看起来中国这么上大的陷阱是啥物呢？是个人崇拜陷阱嘛，就是伊嘛，上大的陷阱就是伊其实拄则讲遐问题他们揪出堵山海。你真简单，你拄则讲伊即摆要迄个叫爱国主义的教育法爱国主义其实
真济国家，你看美国，美国伊嘛爱因上爱国的，爱国啊！你看因咧 NBA 比赛吼，佮唱国歌对吧吼？一个9·11的代志，全美国人拢支持迄阵啊迄个布希啊吼，去伊拉克去入侵啊吼。但是你爱国教育你要有一寡基础啊，包括民主啦、法治啦吼，尤其是你所有事情吼，你要有一个根据嘛吼。啊，你即摆毋是呢？即摆是比如讲爱国、爱党、甲爱领导者、主席，这是一体的哈。啊，这有够荒谬，这是100年前的思想啊呢。讲实在，即摆已经行到什么程度？所以莫怪讲这个发出来，听讲伫网络吼，中国真侪人啊，中国一年啊，伫这个疫情以前啊，一年啊出来的人较侪人啊吼。大家加减拢有看过世面啊嘛，对无？拢有交，莫一直甲讲啊，这是西方的，这是迄个，迄是人类的普世的价值嘛。大家拢希望有一个嘛。所以讲，即马安尼看起来吼，拄则有当然咱无法度预测讲一定是会崩盘啦吼，但是看起来都是中国上大的限制，就是伊嘛，就是个人的崇拜甲个人独裁这款问题嘛。但是一再咧想讲。咁无人一边身躯边，这代志讲，咱现在就无法度理解吼，王老师，这身躯边的人，难道都袂晓小可甲讲者讲，咱小可来瞧一下吼，瞧甲讲，你会当佫做甲100岁，安尼你才真正会当定定久久，安尼甲开破讲，你要把核心的手势举较悬，唔通来减，其他咱慢慢来用。那包括讲，我想着讲。啊！你若是天涯海角吼，重新对补，你讲你踮咧澳洲啦吼，虽然这个问题来请教着冯老师，你澳洲你讲掠，啊人澳洲敢要敢互你送飞行机送去啊你中国，伊当然嘛无咧反击，甲你反制啊！啊，伊单独伊安怎想，伊都袂晓想讲，反正我就是安尼压出来，我不管你安怎想。是，当然都要小弟嘛有讲过哈，这。个人崇拜这件代志对习近平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欣赏毛泽东为什么？因为毛泽东伊咧在世时，佮到即马你看有这中国人的厝吼，内底佮有伫拜伊哦，啊佮有放伊个，佮有新出牌啊，所以你看伊20大开始，伊下骹手人就讲爱入心入魂，还要入灵哦。这个那是神格化的，想讲你是一个神安尼崇拜，但是我感觉这个是贴切的。习近平本来就是安尼想，为什么？因为对伊来讲，咱拄仔讲过，伊对家己的权力无自信嘛，无安全感嘛，所以伊爱不断的膨胀自己对权力的掌握嘛。所以咱看到讲，伊唔是爱，伊推这个不叫爱国啦，嘛唔是爱党啦，是爱惜啦。就是爱推动爱惜的理念。你讲爱惜100岁啊是，你讲啊100岁、70岁、80岁，我感觉这是真歹讲的。但是上重要的是，你通看伊讲进前咧19大的时阵，伊讲爱国进民退啊，但是即马佮讲爱对民营企业佮重视。伊进前嘛讲爱改革开放，但是佮有讲爱自力更生，这拢是最矛盾的物件哦。但是咧，习近平伊咧冲撞，有侪人是讲这是中国中共伊家己的辩证法啦，透过矛盾来创造更多的一个契机。但是讲契机啦，要甘蓝探索，艰难探索啦。是啊，艰难探索。这甘蓝探索哈，这个我要来请教线上的冯老师。冯老师，我相信您在这个在海外，其实也相当程度也跟在中国境内的朋友、亲友也都有相当程度的这个联系哈。他们对这一连串从疫情以来一直到现在，尤其对于跟外部的接触哈，我们也知道，它有跟所谓跟外企外企现在要进到国内这个风险，尤其以澳洲为例哈，澳洲人现在怎么看这个状态呢？就刚才讲是刚才这个黄社长和吴主任，我又重复一下，刚才讲那个冷战、新冷战，因为这个是澳大利亚跟台湾也好，跟美国也好，同属为一个自由世界民主阵营，跟这个中国是具有这个结构性的制度冲突和这个价值体系的冲突，就是两者这个冲突是无解的。澳大利亚当然也想做生意，也想卖它的铁矿、卖煤矿，这正常底下想挣钱。但是，一旦威胁到
它的基础制度，威胁到对人权的信仰，对民主制度的这个完整性，那么澳大利亚就会把中国汉人威胁，也跟台湾人把中共汉人威胁一样，原来是想挣钱，把这个政治上的分析、意识形态的分析、价值观的分析放在一边，就是在商言商，或者是这个唯利是图。但是，一旦中共现在张牙舞爪，要来去灭掉你，要来去威胁你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和基础制度之后，澳大利亚人和台湾、美国和世界都一样，开始认真的对待中共是一个大威胁，特别是习近平。习近平刚才大家都谈到，他现在要搞个人崇拜，可是他没有基础。因为毛泽东当然是立国之君，他还打架江山，还受到一些人发自内心的，因为那时候中国人还很愚蠢。那中国现在已经开放，有互联网，对世界已经有很多认知，这个权力意识就是维权的观念也会增强起来。而习近平本身他是无功受禄，他本人教育水平也不高，就是德不配位，才不胜任。他做的所有事情，就刚才你讲个经济，国内有个给他绰号叫做烂尾币。他做的所有东西，一带一路也好，这个雄安新区也好，港澳湾大湾区也好，都是失败的，没有一定是成功的。那凭什么老百姓要去崇拜？所以他现在只能是用这种除了欺骗之外，用这个枪杆子、刀把子来去压老百姓，让你服服帖帖。他只能这样做。他这个个人崇拜就没有真正说，你要崇拜去别人认识你是个人才，你有攻击，大家是尊敬你。现在其实我跟国内的人来往，为什么不准评价习近平？大家要让大家说的话，大家骂都骂死他，吐口水都要把他淹没掉。所以他现在在民众中是没有威信，所以他才会采取这种强制的方式，用这个法律的方式来压迫老百姓，不准批评他，就要装出来去尊重他，就这么个种状况。是冯老师，我追问您一个问题哈，也请您简短的回答我，就是我们都说这个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在下行，但是有的人说它在下行，但它不至于这么很快的像雪崩似的完全的崩解。那么期待它雪崩式的崩解，其实是不合事实，同时也是危险的，因为它真的如果这样子完全的崩解掉，对世界反而是一个威胁，尤其对台湾是一个威胁。您认为是吗？这怎么看？因为你知道耶伦很快去中国，就是全球化之后以后，这个相互依赖性很强。如果美国、台湾、日本、香港、欧洲能够承担这种代价，跟中国脱钩，那中国肯定立刻崩溃掉。可是现在美国、欧洲、日本还有很多国家不想承担这种代价，也想慢慢的让它消化掉这个经济上的难题和危机，所以是配合，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中国。慢慢的死，而不是一下子死掉。因为中国它是不是一个雪崩式的，但是这种风险存在，就是它的整个金融系统、国家这个债务那么高，然后这个房地产现在这个它的这个供过于求，泡沫那么大，它有可能救不起，也有可能会一下子崩掉。但是世界上不希望它崩，那个政权也不希望它崩，很可能的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用下行滑坡这种方式，慢性的死亡，而不是这个急性的死亡。好，这个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社长跟吴老师。社长，他做这个帮老师讲，这个世界各国其实是不希望讲伊马上崩盘去，但是希望讲伊慢慢跟咱安乐死安尼，慢慢。这个期待敢是合理的嘛？咱应该安尼讲啦，伫迄个中国大概上世纪90年代
那时候有一股力量认为说中国崩溃论有这样的主张了哈。啊，当然啦，有真济人用这个20年后来讲哈，你看迄阵你讲中国崩溃论没有发生嘛哈。但是咱要了解哈，是安怎这个中国的崩溃无提早伫90年代发生哈？是因为迄阵西方对中国有一个寄望，希望呢将中国来交这个全球的体系连接起来。你看迄阵美国来帮助中国支持加入 WTO， 对吧？啊，美国克林顿政府和中国迄个永久最惠国待遇美国的市场拢互你安迄类啊。啊，迄种中国佮伫 WTO 也好，伫美国伊真侪拢无照规定来做。但是啦，拢讲我足善的啦吼，我迄个我有需要恁特别甲我斗相共。迄阵西方也好，拢认为讲，只要互中国经济起来，和平演变，中产阶级出来，伊会和平演变嘛，对无？但是呢，结果实际上毋是安尼嘛，即摆大家发觉讲说饲一只怪兽。其实讲饲只怪兽嘛，无一度较正确啦，因为伫习近平以前伫胡锦涛的时代时，大家并无接触的一个这款的是拢是习近平做事，伊个是2019年迄阵开始，伊对香港的这个代志，互大家足大的刺激啊，对无好，即摆讲到即摆咱来就是讲，即摆的西方是安怎无法度甲完全断掉。这上面是因为每一个国家拢爱是顾经济拄则洪教授讲了嘛，你全球化了，大家互相都有影响啊。确实，你要叫民选的政府来负责大家讲，大家暂时牺牲一个 GDP 差一个2%、3%，互中国安怎？这讲实在，这无可能嘛，所以你即摆讲不要去。不要 decouple， 不要，那太高了，爱去风险但是去风险嘛，去风险我都做到无这都要看各国的一个决心啦。但是我看起来这个 G7 今年伫日本开会讲要去风险，这个决策中国已经是做迄个皮喘啦。你看李强也好啦这个韩正去到欧洲拢一直讲伊讲我说去风险化是最大的风险。是最大的这个危险以拢认为讲去风险就是等于要去中国化了，所以可见这也是一个无法度有一个100%完美的一个对付中国的一个办法，中间这是一个大家妥协出来一个办法。其实这个办法你也长期安尼行落去只要我拄才讲咧，只要问题就是讲，因为中国即马过去30年改革开放累积的这个能力伊即马要对各国这个叫做锐实力也是有一个办法，因为每一个国家拢也是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嘛，伊对你封闭啊，比如讲，伊有机会用 TikTok 这款的用抖音来用假资讯，就是安尼这款问题所以大家也是要做警惕的，是啦。是，罗老师，主要是崩是向崩啊，是习近平讲的是中共规个党。拢崩去但是即摆我来看西方现在批习不批讲你看拜登甲习近平袂安怎，所以习近平要崩这件代志，对西方国家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老实讲是较无严重性没那么大。原因是因为习近平如果崩的话，有2个条件，第一个是内部由上而下反他。然后外部呢，也就是民间社会零星的由下而上发生事件，那快的白纸革命，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为什么以前要反间谍法？反间谍法就是要控制社会之前为什么要反贪腐？要蓝珊珊应该大条啊！反贪腐是啥？就是要控制党内的由上而下。所以你看，伊咧控制的是家己不要崩嘛。所以家己不要崩，对西方来讲，或者是对台湾来讲，其实某个程度上。影响不大，但是要是中共崩了的话，那到底这个集体的利益他们会怎么去面对？这个是较重要的问题。该影响到咱，该影响到全世界的安全还是稳定，这绝对是按那考虑，爱去思考的所在啦。是，我要请教冯老师，冯老师最后一个问题也请您简短的回答我就是在目前这样看起来，它会是一个长期的 dedance， 就是一个低档的状态。那么不管是 G7 也好，或者台湾在这样一个拉扯的过程里头，你建议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去承担
在这个前缘当中跟中国的关系的建构跟论述？首先，不要像以前那样贪婪，就是跟中共靠得太紧，把这个保压在大陆，就是造成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性。要有这个真的有系风险的概念，这个中国经济再往下走，中国这个社会在进入大动荡，所以这个台湾为了自己的安全，也必须跟着世界潮流系风险，这是第一。第二是真的要全力投入备战，因为他这个中共政权，他走到最后这个时候，他有可能狗急跳墙。刚才讲逻辑上讲，理性上讲，他不应该去打台湾，但是他一旦他认为他要灭亡，他要面临这个崩盘的危机，他可能拿台海、南海作为一个目标，想用这种方式来拯救他的生命。那时候那个台湾，你如果一定要准备好，就是有备无患，只有台湾准备好了，跟美国、日本、跟澳大利亚联手起来，变成一个军事国防上很强大，让中共不敢去打台湾才会安全。必须做2种准备。是，好，谢谢冯教授。赶快哈，上下尾来请这社长跟吴老师来讲哈。其实他都要讲到讲台湾的比件啊安全都安全，但是咱国内本身就有真侪共识，无法度形成啊。现主席就无法度互相说服对方哦，拢无法度说服。到底这是要安怎来扣一个？台湾内部的认同的分歧哈，这是一个历史的留落来就大问题啦吼。当然啦，交这个民主选举的竞争，原来有关系哈。但是我认为哈，伫过去这几年，哈，尤其是蔡政府啊，伊伫第2任哈，咱所拄到的这个国际环境来讲哈，对台湾哈往向一个，包括咱拄则讲，包括经济的部分哈。讲特别较早认为讲，大家认为讲做台湾会当脚踏两只船嘛哈。即摆看起来真清楚，有点算你就是爱选边站嘛。经济上，包括上重要的这个科技的部分，你嘛爱选边站。政治上，我感觉嘛无第2个选择啦吼。因为今仔日伫台湾就选国民党哦，伊讲伊主张讲哦，这个要叫这个中国讲做，伊讲伊只要伊来执政吼，伊袂发生战争等等吼。伊敢若会当讲干呢？伊嘛毋敢讲我要叫美国反呐，对无？哦，伊即摆意思是讲，我会当叫阿强啊，甲忽悠啦，用大陆话讲做忽悠吼，我来甲骗。但是伊毋知影讲，即摆大陆已经看出来，你较早拢伫甲我骗吼，无可能去继续啊吼。所以我感觉咱内部的部分，因为你是一个民主社会，你无法度讲大家敢若一种讲你无可能，迄是无可能吼。但是呢，大方向吼，我认为是慢慢已经建立起来啊吼。所以尤其是过去这几年吼。政府不管伫科技啦、经济啦、国防啦，方方面面拢伫往这个方向，所以咱也是会当保持一个相对较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啦。是，吴老师，对，我是刚刚讲，你有3个部分，咱会使去思考啊。第一，咱要安全，咱的安全是要规了，还是讲要家己有准备？第二，咱要政治来这价值，咱是要民主，还是要甲这专制国家来交往嘛？你看这世界的形势的变化就知嘛。第三，经济，你是要甲中国做生意，还是要甲全世界做生意？咱看这局势就是安尼变化嘛。所以咱看到中国即马对内的管制这么严重，这么下重手吼，咱来想讲，咱去中国是安怎？是你敢会惊讲？你敢会惊讲？你有一天人叫你提资料出来，你来提资料出来？你敢会惊讲有一天拄着了卖啊，要你出卖的时阵，你要安怎？过来就是讲，中国即摆也想讲，每一个人你来中国，每一个人拢是罪犯呢，拢是嫌疑犯哦。因为你家己都唔知家己做啥物，做啥物代志。你 APP， 你手机啊内底 APP 有下载什么资料？歹讲，你敢有连 FB 顶管有贴上那个维尼熊的照片，你敢有贴上包子的照片，这个都有可能被入罪，因为你也刚讲在台湾合法，
你喺中国合法，但是合法不见得没事。我想着讲吼，咱的节目也伫这个网络顶头咧放上，咱这也算做吼，在社群媒体评论大港议题啦。是，所以咱三个呢去到海关就应该叫掠了。哇，你个较早古早有一句话讲做乱邦不居啊，为邦不入啦哈。你看即马中国有偌济人吼，有好啊，叫做润出去嘛哈，啊，佫有一寡些呢，哦，这走线呐，走去迄个从中南美洲还偷渡啊，有诶对了，对吧 ？Amazon 的中拄则冯教授讲的，伊即马对经济哈内面内置这溃而不崩，但是经济是让大家一直嘛，所以它已经是一个不居的乱邦。那为邦那当然就不入啊，那他现在的反间谍法就让大家不入嘛。所以上紧张的就记者，你要去采访。